Hello，我係一蚊二，今日6集。自從入手咗呢一隻小麻雀，紅中都感覺多咗。點樣打好咧？點啲先？哎呀，頭先唔打8索就叫啦。哇！咁啊，屌你老母！你好啦噃。好煩啊！好煩啊！點點講？你6-9萬。話冇叫呢個9萬，唔係冇叫呢個斷萬啊！係喎，真係知點咩？好，咁叫個4-7筒。Hello，呢個打又有打俾我痛嘛？冇理由唔碰㗎。唔同得咧。好啊，搞送打。你？好彩你唔講。順利摸人哋嘅紅中，贏9分。第2鋪。收個底分先，碰個2筒叫糊。所以起手冇紅中唔緊要，自摸就會摸到。贏12分。第3鋪。卡窿偏咗比較多，摸隻牌實際啲。又係上家畀嘅，碰埋1萬叫4索，吸埋人哋隻紅中，贏15分。第4鋪。好，咁就叫個6-9同卡5索。換咗個風水位自摸，贏12分。睇連住嘅第5鋪，差少少天戶咯。咁早就碰咗佢拖牌啦。
依然換個位自摸，贏15分。最後一鋪，呢鋪靚啊！信手拈來的紅中，贏9分。